大家好，我哋係樹枝博士，我係阿樹，我係阿芝。樹枝博士話俾你知，學校冇教你嘅事。你喺其他人面前會唔會係好好先生、好好小姐呢？你會唔會長期壓抑自己嘅情緒，為咗討好人，連自己嘅真實諗法同感受都磨平晒呢？喺網絡世界盛行嘅年代，人類比以前更加鍾意包裝自己，鋪一張生活照都會覺得唔加 filter 唔安樂。究竟又有幾多人有勇氣袒露自己嘅真面目俾其他人睇呢？歌都有得唱啦。I need somebody who can love me at my worst. No, I'm not perfect, but I hope you see my worth. 好多歌咧都話俾我哋知，人心底嘅渴望就係親密嘅人認識同埋接受自己最真實嘅一面，甚至係最差勁嘅一面。今日我哋為大家帶嚟 John Powell 寫嘅《為什麼我不敢告訴你我是誰？ Why am I afraid to tell you who I am？》呢本書咧出咗已經有大半個世紀噶啦，而家我哋嘅世界已經係一個有圖有片都冇真相嘅世界，令呢本書嘅信息顯得更加重要，提醒我哋點樣活得真實，點樣活得似返個人。首先，我哋要諗一個問題：我哋點解要戴面具呢？鮑威爾講，我哋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心理防衛機制，每個人都有一套佢自己嘅面具。心理學家 Carl Rogers 嘅觀點係，我哋每一個人內心都渴望被看見，但係我哋又極度恐懼被看見。呢本書探討嘅係人類最深層嘅恐懼，呢個恐懼就係被看穿後嘅拒絕。人戴面具有幾個原因，可能係缺乏安全感，好擔心喺關係裏邊受傷、被拋棄，所以用偽裝嚟保護自己，或者係怕被批評，擔心真實嘅自己唔夠好，唔被中意，唔被認同。又或者一個人佢喺自我身份認同嗰度有啲嘅混淆。當你戴面具太耐嘅時候，其實你都分唔清楚邊一個先係真正嘅自己，邊一個係你扮演緊嘅角色。另一個就係一個自我防衛嘅機制，呢一個就係人類保護脆弱內心嘅本能反應，透過扮演一個角色嚟去維持表面嘅和諧。書入面咧都列舉咗好多種面具啦，我諗大家都耳熟能詳嘅。呢一種人咧，往往都係一種反表現，佢哋呈現嗰個面具同佢哋內心嘅世界咧，通常都係相反嘅。例如有一種人叫討好者 （the pleaser），呢一種人呢，就永遠咧都喺度懷好，永遠喺度笑。但係鮑威爾話，討好人嘅微笑其實係一道牆，因為佢害怕衝突，所以咧佢隱藏咗真實嗰個憤怒同埋不滿啊。仲有一種叫霸凌者 （the bully），用強勢嚟掩飾入面嘅自卑，或者係小丑 （the clown），用笑話嚟逃避嚴肅嘅情感討論。或者有另一種人啦，叫做憤世嫉俗嘅人 （the cynic）。呢一種人經常將挫折同埋痛苦咧去歸罪於每一個人，只要咧佢繼續去扮演呢一個憤世嫉俗嘅角色，佢就唔需要誠懇咁樣去認識佢自己同埋呢一個世界。另一種人係救世主 （the savior）。呢一種人嘅表面係一個樂於助人嘅好人，佢經常想像自己成為人類嘅拯救者。但係其實佢內心有一種好強嘅自卑感，係透過照顧其他嘅人去尋找自己嘅價值同埋意義。佢內心嘅深處係極度恐懼自己成為一個冇用嘅人。呢度有一個邏輯陷阱，我哋以為戴上面具可以保護我哋不被傷害，但實際上面具都阻隔咗我哋被愛嘅可能。如果你愛嘅係我嘅面具，咁我永遠就感受唔到真正嘅愛。因為我知道嗰個唔係我。鮑威爾咧喺書中提出一個非常之有名嘅理論，佢將人與人之間嘅溝通分成咗5個層次。咁我哋就從最表面嘅開始啦。哎呀，知啊，今日呢天氣好似幾好喎，今日一杯珍珠奶茶真係好好飲啊。呢啲咧就叫陳腔濫調啦。呢種溝通咧完全冇風險嘅，我哋根本唔 care 對方答啲乜嘢，即係社交嘅潤滑劑嚟嘅啫。
嗱，稍為進步一啲咧，就係我哋會分享資訊啦，但係唔會分享自己。例如，喂阿芝啊，我琴日睇咗場 NBA 咧，哇 Curry 入咗13球3分波啊！呢個時候呢，如果我唔加以一啲評價嘅話，只係討論事實呢，其實我可以將自己呢匿喺事實後面。如果我唔中意嗰場波，我可以話呢個只係嗰場波嘅問題，而唔係我嘅問題，因為我哋只係討論緊事實，而唔關我係邊個呢一個問題事㗎。所以呢一個咧就係第4層啦，報告事實。去到下一層啦，我哋咧會開始試探啦，分享一下自己嘅諗法。阿芝啊，我最近睇咗《尋秦記》咧，覺得個導演真係好有才華啊！咁呢個係一種想法同判斷嘅表達啦。如果我當時聽阿樹講呢個評價嘅時候，皺一皺眉，可能佢就會即刻轉口風就話：哦，都係隨便講下啫，其實都有啲瑕疵嘅咁樣。因為我哋都係等待緊對方嘅認同。之後接下落嚟就係到第2層啦，呢一個咧就係真正嘅分水嶺啦。鮑威爾話咧，除非你到達到呢一層啦，如果唔係，其實你根本就冇喺度溝通。所以呢一層第3層咧就係想法與判斷啦，而下一層咧其實就係真正嘅分水嶺啦。鮑威爾話，除非你到達到呢一層啦，如果唔係咧，你根本都冇喺度溝通啊。冇錯，喺呢一層呢，當你講到《尋秦記》嘅時候，我唔會淨係話啊呢套嘢幾好睇啊咁樣，我會話啊《尋秦記》令我諗起童年嘅時候嘅一啲嘅感受，當時我覺得好孤單，好難過。冇錯啦，呢一層呢就叫做情緒與感受。而最後一層呢，就係巔峰溝通，呢一個就係最高境界。呢個只會咧係當你絕對信任兩個人嘅時候先會發生，對方完全敞開心扉，心靈相通，無所不談，係我哋同人溝通所追求嘅最終目標。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你同最親近嘅人通常停留喺邊一層呢？好多人結婚20年，溝通佢係始終停留喺第3甚至第4層，而你呢？點解我哋要向其他人表現真實嘅自己呢？著名嘅精神病學家蘇利文咁講，一個人嘅個人成長、受損、退化同埋恢復，都係透過我哋同人哋嘅關係而嚟嘅。作者好強調呢，我哋同人嘅關係係建基於我哋係咪可以表露到真實嘅自己，而呢一樣嘢都係建基於我哋係咪真實咁理解自己。但係吊詭嘅係，我哋要真實咁理解自己，必須透過我哋不斷同其他人去互動，不斷講出自己當刻嘅感受，先可以逐步逐步咁樣剖析自己係一個點樣嘅人。簡單啲嚟講，冇一個同其他人真實嘅關係，我哋係唔會活得出真實嘅自己，亦都唔會經歷頭先所講真正嘅個人成長。既然呢去表達真實嘅自己咁重要，鮑威爾咧喺書嘅後半呢都俾咗好具體嘅建議。佢稱之為推心置腹，即係 gut level communication。直白啲咁譯啦，就真係腹式咁樣溝通。聽落去有啲血腥，有啲奇怪，好似喺肚裏邊發出嘅聲音咁樣。但係其實所謂嘅推心置腹咧，其實係有分5個原則㗎。咁第一個原則就係推心置腹嘅交流，係唔包含對其他人嘅論斷嘅。有冇試過你同另一半或者一個好好嘅朋友講出自己唔開心嘅感受嘅時候，對方會覺得你係責怪緊佢嘅呢？呢度就強調你表達情緒嘅時候，入面係唔包含對人哋嘅論斷。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嬲或者唔開心，但係唔代表我係話緊你或者批評緊你。咁點樣先可以避免人哋覺得你表達唔開心嘅時候唔係批評緊佢呢？你可以試下 I approach 呢一個方法，例如就係話，我都唔知點解呢件事咁困擾我啊，但係就係好影響到我嘅情緒，可能我真係比較 sensitive 啦。我唔係想講呢個係你嘅錯，但係我想承認頭先你講嘅說話令到我好唔開心。呢一個 I approach 入面呢，唔係講你講嘢好傷人啊，而係調翻轉就話，聽完你咁樣講之後，我覺得好受傷。運用呢一種方法呢，你既可以表達到自己嘅唔開心，亦都可以避免到人哋直接覺得你怪責緊佢。第二個規則咧就係情緒冇分好壞。細個咧認識情緒嘅時候，可能我哋會將情緒分類為正面同埋負面嘅情緒，但係其實情緒就係情緒，形容當刻嘅感受咧係冇分好壞噶。就好似 Inside Out 玩轉老朋友，當時咧主角 Riley 咧一直咧都俾阿樂咧主宰咗咧佢嗰個情緒嘅 panel，令到佢不停抑壓自己唔開心嘅情緒。
直至到發現原來當阿愁去掌控佢嘅 panel 嘅時候，佢會可以更加好咁樣去表達自己真實嘅情緒，從而得到好多反思同埋成長。所以喺我哋嘅意志嘅裏邊，我哋都唔需要將情緒去分好壞。第三個原則就係情緒感受必須用智慧同埋意志嚟完成。簡單啲嚟講，我哋唔應該俾我哋嘅情緒控制我哋嘅行為。我哋可以承認我哋嘅情緒，避免去抑壓我哋嘅情緒，但係我哋點樣去表達呢一種情緒？情緒同感受必須以智慧同意志嚟完成。即係話我哋可以表達我哋嘅情緒，但係嗰個表達嘅方式呢，係需要我哋透過我哋嘅智慧同埋意志去決定點樣去表達。好簡單，一個小朋友佢嬲嘅時候，佢會發脾氣、掉嘢，唔識控制自己嘅行為。但係一個成長咗嘅人，佢應該要學識點樣去衡量佢表達嘅方法帶嚟嘅後果，然後先去決定點樣去表達佢嘅情緒。第四個原則就係情緒必須被講出嚟㗎。如果我哋唔將情緒去講出嚟，其實係對對方一種欺騙。當對方問你有冇嬲，有冇唔開心，你話冇嘅時候，對方就唔會認識到真正嘅你。當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唔能夠真誠袒露自己嘅情緒，唔能夠講出真心話嘅時候，呢個關係就會變得好脆弱，經唔起時間嘅考驗。第五個原則就係感受同埋情緒必須要當時就講出嚟。唔知你身邊有冇一啲嘅情侶，平時睇落好似和和諧諧咁樣，但係突然之間就分咗手。當你問翻佢哋嘅時候，可能就係因為冇好好咁處理一啲潛在嘅衝突。你可能會以為你忍一時風平浪靜，但係其實你內心裏邊越積越多，最後就爆發出嚟。嗰下子嘅時候，嗰下嘅關係就一發不可收拾。就好似咧喺 Stranger Things 嗰度啦，Jonathan 咧同埋 Nancy 咧，佢哋呢一對情侶咧，雖然佢哋一齊經歷咗好多唔同嘅事情啦，但係佢哋發現大家之間嘅感情好似越嚟越淡，直至到咧佢哋兩個喺間房發現自己臨死嗰刻嘅時候，佢哋兩個先至願意咧去將過往大家呃咗對方嘅嘢一次過坦白講晒出嚟。當時佢哋好後悔點解冇將呢啲內心嘅諗法即時講出嚟，但係發現已經為時已晚，大家已經各行己路。不過咧，其實呢個原則啦係有一個例外㗎，就係當咧如果嗰個人根本就唔重要嘅時候，你就唔需要將嗰個嘅情感即時表達出嚟。你有冇試過有一次你追巴士已經追到去個站嗰度，然之後個巴士司機仲要即刻閂咗閘，扮見你見唔到。當時你好嬲，好想即刻鬧佢，但係其實你發現呢個人根本就唔影響你，你只會影響到自己嘅心情。但係如果嗰個人好似頭先咁樣講係一個嘅伴侶，或者一個識咗好耐嘅朋友，你要想同佢建立一個更深層嘅關係，咁呢一個嘅感受就值得你即刻講出嚟啦。鮑威爾強調呢一種誠實唔係為咗攻擊人哋，而係為咗自我揭露。當我話俾你知我係邊個嘅時候，我係邀請緊你進入我嘅世界。呢個需要極大嘅勇氣，正正就係所謂嘅脆弱的力量啦。我想同大家講，如果你而家正處於一段令到你覺得窒息或者充滿隔閡嘅關係當中，試下問一問自己，我係咪戴住邊一副面具呢？我有冇勇氣，哪怕只係一啲啲嘅勇氣，去分享我真實嘅感受呢？鮑威爾喺書裏邊寫，當如果有人問佢，為什麼我不敢告訴你我是誰？佢嘅回答係，因為如果我話俾你聽我係邊個，而你又唔中意我嘅話，嗰個就係我所擁有嘅全部。但係作者話，成長嘅唯一途徑就係同人建立真實嘅聯繫，放下面具係會痛，雖然你可能會俾人拒絕食檸檬，但係呢個就係通往自由同埋真愛嘅唯一道路。今日呢本書嘅介紹就嚟到呢度啦，唔知大家有冇發現自己有戴住啲咩面具呢？歡迎喺 comment 嗰度同我哋分享你今日嘅得着啦。如果你中意我哋嘅 channel，都歡迎你 like 啦同埋 subscribe 啦，咁我哋就可以一齊去成長啦。